歡迎大家，歡迎大家！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！一般要等幾耐？睇現場嘅排號情況啦，一般20-30分鐘都 OK 嘅。Lala 正喺度非常之快速咁為你製作當中啊，幫緊你，幫緊你。Hello， 早晨，早晨，15號，多謝。Hello， 而家做緊3號啊，現場攞號係攞到14號，16號啊，唔好意思啊，16號。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鍾意Lala可以點關注，點讚。點關注，點讚，嚟啦嚟啦！早晨啊，早晨啊 ，Hello。大家起床未啊？起床未啊？有冇已經返緊工嘅寶寶咧？早晨，嚟啦！繼續鴛鴦拿鐵，Lala招牌鴛鴦拿鐵啊！ Nice， 食蒸米粉啊，正啊！牛馬快1個鐘啊，加油！你杯鴛鴦拿鐵，正啊！食雲吞，小籠包。 哦，真的一個個，你們一個個的也吃太好了吧？生醃蝦，一早就食生醃咁犀利。我去咗汕頭。 去咗汕頭玩係咪 ？OK 喎，一定要玩得開心啊！加油！Lala 早上食咩啊 ？Lala 早上都係食饅頭同埋包咯。繼續招牌鴛鴦，未食早餐，你10點先食嘅一拍嘅啫。好16號，多謝。攞1個號就可以要2杯㗎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好多謝。17號，沒見他們給錢，因為我都沒做完，我都沒給他們，還沒做完呢，這個號。 最後一杯，還好，嚟啦！鴛鴦拿鐵搞掂，4杯哦，搞定，寶寶。南澳島好靚，值得去，因為天氣好。嗰邊都係陰沉沉係咪啊？係咪都係想落雨咁嘅狀態？廣州呢邊真係想落雨咁嘅狀態啊！好多謝晒，多謝，拜拜。嚟4號點乜嘢？好啊，凍鴛鴦冰嚟 ，Let's go。
微信收款24元。收到，多謝。聽日有。聽日嗯，聽日有。嗯。咩門檻？送咯，送咯。兩杯送一個。係啊。驚不驚喜，意不意外？鴛鴦冰梨 ，Let's go！除了休息都會營業。鴛鴦拿鐵嚟咯！今日安排橙絲同冰味，來吧來吧來吧！除了休息都會營業，是的。歡迎大家，歡迎大家哦！今日啦啦位置喺南航花園北門啊。好啊好啊，17號，多謝。下一位18號，18號。走呀走呀，做緊4號啊，做緊4號。鴛鴦拿鐵做到10號啊！依家做到4號啊！做到4號，係啊！頭先啱啱開始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嚟打包打包，杯子是400毫升的。歡迎大家，歡迎大家，歡迎嚟到拉娜嘅咖啡啊！嚟啊嚟啊！拉娜今日嘅位置喺廣州花都嘅南航花園嘅北門啊！營業時間係早上8點半至中午嘅12點。多謝晒，多謝多謝，拜拜。然之後5號 ，Hello， 早晨，好，早晨早晨，2杯凍鴛鴦 ，Let's go Let's go。鴛鴦15啊，拉娜嘅招牌。
鴛鴦拿鐵。微信支付30元。咦，花都有少少出太陽喎，天氣有啲靚啊！小號又出輯啊！坐等復古綠重出江湖，好啊好啊好啊！嚟啦嚟啦！起身啦，起身飲啡啦，起身飲啡啦！Nice，暫時不確定，暫時定唔到啊，因為仲喺度同廠家溝通當中啊。係啊，因為廠家已經唔出啦，所以佢要專門開條線嚟做啊，所以仲喺度溝通緊啊。係啊。招牌鴛鴦係15啊，冰美係9蚊，其他咖啡飲品都係12。呢杯係鴛鴦拿鐵啦，招牌鴛鴦拿鐵，現在是做咖啡萃取咖啡液，然後再萃取紅茶葉。鴛鴦拉拉的招牌鴛鴦拿鐵就是紅茶加咖啡加牛奶。这是紅茶粉，是的。早上開哦。